后来含这个3马精的美国猪肉，明年就要进口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专工到中和看这个肉品的加工厂。 厂商讲会为源头甲风味的管理来确保着猪肉产地拢是伫咧台湾。也毋过侯友宜讲，伊较担心的是传统的菜市啊、夜市啊、小食摊等等散装的猪肉加工品来源的标示无清楚，所以要求相关的单位要来清查新北市591间散装肉品加工的单位，来了解到肉品的来源。 入到零下4度的冷冻库，新北市长侯友宜去看中和的肉品加工厂，确定厂商用的猪肉原料拢是台湾的。除了第一道，它要从来源的溯源上要管理好，确定是从台猪进来；第二道，在肉品加工厂要用风味管理以及用抽样管理的方式来确保它也是台猪的品质。 厂商嘛保证讲来源甲品质绝对无问题，正规军有信心，唔惊美国猪来竞争。不过传统的菜市啊、夜市啊、甲小食摊遮济散装的猪肉，好伊会烦恼。加工品的这些小餐贩就将近有591摊，我会针对这591摊，它们的来源从何而来，我们会出动我们各单位溯源好，掌握源头的这些。 肉品类是从哪个地方？国民党打算要伫7日的全代会发起食安公道的联署，侯友宜敢会参加？只要有益于整个健康的守护，我都会乐观其成。4年8千斤话拢有保留，伫美国猪要进口前，侯友宜的作风，同样是强调市政优先。